嗱，香港地咧地少人多，所以至樓價咁貴啦。咁好多村屋啊、豪宅嘅業主咧就即係不約而同啦，好多都有啲僭建物喺屋企上面嘅範圍。尤其前排啊，即係有啲冧山泥嗰啲南區啊、紅山半島嗰邊喺個地牢嗰度，哇，又有紅酒房，又有卡拉 OK， 整埋個泳池咁樣，唔同嘅僭建。哇！真係大開眼界。嗱，根據東網嘅專訊呢，佢就話上個禮拜五喺屯門裁判法院有兩個共同業主因為唔遵守呢個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發出嘅清拆令，所以呢就喺屯門裁判法院俾定罪同埋判罰款136800蚊港元。當中呢7萬幾蚊係屬於呢個罪行嘅持續日數所判嘅罰款喎。咁啊減翻條數，其實都係講緊罰6皮嘢啫。嗱，呢啲個案係咪冰山一角呢？自己諗啦。咁啊有關呢個涉案嘅元朗丈量約份啊，第115約，其中2個地段上邊呢，一棟4層高、面積約100平方米嘅搭建物，其實係咪真係罰得好少呢？你諗以100尺嚟計，每平方尺係1萬蚊。你嗰個價值都超過100萬啦，咁佢罰幾萬蚊，其實真係對個業主嚟講係拗痕。嗱，由於呢個僭建物呢唔會獲發呢個豁免證明書啊，地政總署發出呢樣嘢，咁事前呢亦都冇得到屋宇署嘅批准同埋同意。呢啲嘢一般都搞好耐嘅，又要搜證啦，來來回回影相啊，包括好多唔同嘅提案。咁搞完之後呢，屋宇署就根據呢個建築物條例第24條，向2名共同嘅業主發出清拆令。咁可能又收唔到啊，呢樣嗰樣，咁冇履行到清拆令，到最尾呢，就俾屋宇署去檢控嘅。嗱，因為香港樓價咁貴啦，你罰幾皮嘢，其實都係真係拗痕嘅，唔到肉嘅。假若你罰翻個樓價嘅唔知幾多個 %，咁啊唔同講法咯。雖則如此啫，任何人冇合理辯解、冇遵從清拆令呢係嚴重嘅罪行。咁一經定罪呢，最高可以處罰20萬港元同埋監禁1年啊。嗱，坐南呢就有啲阻嚇力嘅，罰20萬，對於一層2000萬嘅屋嚟講呢，其實真係好濕碎啦。跟住加埋可持續，即係可就呢個罪行持續每1日，處罰最高2萬蚊港幣。咁啊，通常都係講最高幾多錢嘅啫，好少會罰到最高嘅。除非你冥頑不靈，多次重犯嘅啫。咁啊，講真啦，罰13萬真係到喉唔到肺。你賣層樓，即係可能講緊劈價嘅差價都唔止13萬啦。搞來搞去，搞1年2年，若干年，跟住先罰嗰10幾萬。其實拉扯嚟講呢，都係冇乜阻嚇力嘅。嗱，法例就喺度啦，即係俾大家共同去遵守噶嘛。咁有人唔遵守呢個遊戲規則，而罰呢啲錢呢，我覺得又即係都唔到肉嘅。花咁多公帑、咁多程序、咁多流程，都係罰嗰10幾萬。最重要係原本持有物業嗰個價值係遠超於呢個數啊嘛。即係以 percentage 嚟計呢，真係低得嚇人啊。嗱，唔知你又對呢個僭建嘅罰則13萬，你覺得係呢個咩概念呢？係好高啊、低啊、合理啊，定係咩諗法呢？都可以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噶。嗱，鍾意我哋廣播，記得下邊 like 咗留言 share 埋俾朋友，咁記住撳埋個鐘仔，一有新廣播呢，就可以即刻收到我哋通知啦。